疼得厉害吧？有一点。石膏没问题，疼也是正常情况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算了一下，这个点药效应该过了，实在疼的话，再吃一片吧。我去倒水。水有点烫，稍等一下。好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老派？那是好还是不好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，就是有时候感觉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错觉。以前也有人为你做过这些吗？嗯。我爸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心理学推论？就是如果你跟你父亲关系比较融洽的话，你会按照他的模板去找伴侣。你是挺像他的。快把药吃了吧，都快被你噎化了。你骨折的事不打算追究了吗？这种事情呢，很难认定责任动机，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，扯不清楚的。到最后都是狗咬狗一嘴毛，算了吧。你手怎么了？烫了一下，没事。怎么会烫的？擦药了吗？我下午听说你受伤了，吓了我一跳。给你打石膏的时候，我居然还紧张。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。葱肉。嗯。其实上次撞到这里的时候也是，我心里很慌。这里吗？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变得越来越胆小。我现在找到我一生的挚爱了，只希望他无伤、无病、无灾。